还是啥费啊？不管你生来也是什么诶，只要你做些事情啦，神忙大兵就会有当好的成绩。该还是讲行行出状元咩？不过啊，成功嘅后辈啊，往往抗定当少年哋嘅心酸哦。该还是讲天下无拍死嘅午餐，成功是要付出代价嘅哟。比方讲，啦，该还是讲爱爱要吧？唐日头，而系一个当敬业嘅演员，唔上啦，佢嘅表演受到大家嘅肯定，排泄啦，唔好哎呦讲。大家就当好看佢。哎呦，跟他有乜計啦？佢為到演藝事業有係那好嘅表現，犧牲當多哦。哎呦，跟冇乜計咧。老大家報告，唐日頭喺我哋公司地位最敬業嘅演員，當日就來公司開會報道排練。係莫講啦，跟他有乜計咯？接成功半夜，大家就轉戲嘅，佢唔轉戲哦，留到錄音室、配音、剪接室看片呢。應該嘅，跟他有乜計咯？屋卡不管發生乜嘅大事，像係新年嘅不平嘅，受到40人突，本陽帶定新年嘅去醫院掛急診，佢同樣堅守崗位，做手面本大家看，目的留到自家嘅都市地度。搞護士，跟他有乜計咯？阿妹過生日，佢一家之主又係單燈子，請係10個族嘅親戚朋友，全部交換本陽去招待，佢同樣堅守崗位，投入先行。自然等到咧，跟他有乜計咯？唱一下最附近嘅本陽，一招踢咧，佢同樣堅守崗位。跟他有乜計？我不用真係了。哎呀，我是乜都冇講哦。你明明都有講，我不用真係去。用吧，你喺這個做法講啊，係冇？係啦，唔知做係亂講法嗬，乜嘅都冇心啦哈。細胞聽下咧，哪個事情講笑？我不用明明出啲屋卡，家下人係同過天花咧。錯啊！而家咩人係同高天花，啲天花度見到係又講又笑，天花地度佢都係又喊又叫。見到講乜嘅？佢見到唔講乜嘅？佢講愛聽甜咧，應該表達藏家，其他乜嘅都冇講。佢老係講啊，陳爺講，我真係當甜嘅，應該表咧藏家。對佢嗬，乜嘅都唔是講嘅啦。係呀，懵嬲嘅啦！都嚟講嘅真係一屆啦，因為我不用講嘅就我一時都唔掂咯。呵，我真想一問咧，真係一屆啊，因為日本人一做一時都唔掂啊。我老唔講，我真見乜嘅都唔掂咧。跟我老唔講，日本人真見一做哦。我唔好意思，我不用冇可能啦，佢無緣無故做乜去離家出走咯？當然有理由啊，不過佢不中我老唔講。唔樣嘅。我對佢唔好啊！冇啊！咁就我打佢、罵佢，對佢無負責任，對我不風流。冇。哈！該就係佢通氣個。喂，唔好用男人自信談5年嘅肚量好冇？冇，佢既然乜嘅都冇，佢就乜嘅咯，走火胎。唉，就係乜嘅都冇，佢怎個走？乜嘅意思？講到人男嘅人咯，真係當戇呢，做乜都對本樣冇打冇罵冇到那位亂來，就算簽到做老公嘅職業嘛。我問啦，一按叫你老佢數錢數一按幾冇啊嚇？冇呢。看人嘅天樣。冇呢。啉咧咖啡。冇呢。食一餐飯。冇呢。買個電爐。冇。前面咧嘴。冇。帶咧杯。冇。上咧面床。冇。睡咧木。冇。贏！乜嘢冇上面床睡木啊？超氣啊！除咗上面床睡木啊，其他乜嘅都冇啦。幾唔樣嘅，老日本樣做啲乜嘅澎湃人工嘅哦。講得翻糖病喎。真係超氣啊！日本人啲頭牙嚟講，我講聽呢個，哎呀真件哦，連個澎湃人工嘅哦都唔得啦。佢澎湃人工嘅撩風嘅哦，佢係我撈佢澎湃咧，對外嗬，佢連對外澎湃都生起來啦。這樣嘅事情，因為冇人講，因為老唔講咯。因為老唔講啊，就冇用啊。佢老係講啊，有人轉到屋下就做2件事情。第一，上面床睡木；第二，坐到旁邊睡木。我喺木睡掉起木，我喺做屋卡唔但將睡木天，我係講到花哦。係啊，對定書記嘅。跟老書記嘅講書記，你係咩當平常嘅事情啊？我喺呢個聯絡成年咧，唔過係咩冇見講啊？係啊，有時候唔好對佢講2句話啦。係咩？我再來了，喂，
我同一头诶，嘿，无哦，等下吼，来一杯咖啡，半桶，加点牛奶咯哈。无啦，我家留个细伢子吼点饮料啦。咁样诶啊，同安一头，老娘不卡准咖啡糖，老娘不用准服务生哦哈。我生意哦，头路较无限啦。唔过我按做，咩为了熟了家，我无奈何啊。娘吧，我不要就为了你啊，个点解发现咯？张某咧，讲到伢姑娘，真经动有土量咧，其迄一个好妈妈、好姑娘、好心口。嘿啦，也有样啦。你看，比到伢个家庭啊，吼，佢真嘅牺牲动态呢，自从老人结婚啦，你是头做西穿钱啊，吼，落天数屋卡，都按不头装到屋卡，然后做屋卡洗头，相夫教子。唔讲你啊吼，我全部都同意啦。我咪当感谢佢啊你。看，像去年啦，伢爸过身呢，连参详都冇参详呢，然后迄屋卡路也未接落去啦，本单迄家庭一下子变到三推同堂啦，佢点点的接书冇天意发讲呢。不过你啊点吼，我本要真经当担心，当晓得，连阿妹哦都熬到佢，熬到会死呢。唉，嗰頭擺啊冇帶腔下啦，也帶腔下，乜解就冇腔樣嘅啦。你用慢講咯。比方講啦，伢姑娘細個嘅丈夫啊，伢妹還要再細一遍哩。啊？唔樣嘅咯。將伢姑娘細冇槍哩啊。哦，你啊點吼？迄阿妹吼，要多少嘅請你劈啦？將伢姑娘掃過嘅天嚟，伢妹要再掃一擺。你啊點吼？阿妹吼，要看眉毛掉嘅啦。佢頭過嘅天，伢妹啊。頭改邊。佢面過嘅作嘅，伢妹啊。面改邊。佢彎過嘅皮帶，伢妹啊。彎改邊。佢煮過嘅菜，伢妹啊。再個煮改邊。佢炒過嘅菜，伢妹啊。炒改多。佢沖一個澡，伢妹啊。再沖一次。冇啦，做乜再沖一次？當然要再沖一次啊。我不用細聲咧，阿妹沖乜嘅？吼，伢姑娘啊，到浴堂沖澡，伢妹啊就沖到浴堂地杯啦。你做乜嘅咯？捡垃圾啊，好多個搓皮奶搓壁，還看伢妹哦，拿定個碰鏡啊，檢查天奶要落下來頭拿毛，留下來腳趾、樹葉，也得吼可疑嘅線索毛啊。跟阿妹變到偵探柯南哦。嗨，就算伢妹係柯南，伢姑娘咩嫌疑犯啊？咱講啊就了解啦。其實吼，阿妹就係個實相啦。今大家對阿姑娘咧，佢對阿妹強樣咧，唔過話佢冇惡意啦。韓國呢一點，阿妹嚟溝通過嘅啊。佢唔樣係老二講嘅啊。我就講，阿妹啊，佢迄個烏卡西壓好做，佢醬就全部本做都好了啊。你也使你講翻用按吃啦？用字，哎呦，唔是客氣咩？佢點樣嘅表示啊？阿妹佢就講啊。我衰死人到嘅啊！烏卡西我無做，我無運動啊！我會搏啊！咩搏劈嘅啦？你喺其他唔講嘅客氣話呢？還有兩字我是客氣嘛喺度。姑嫂，你就嫌伢姑娘老烏卡西全部俾伢妹做。哎呦，跟老阿妹就開再講咧，我哋係客氣嘛㗎。唔就按樣啦，真嘅害伢姑娘變得不好呢。我哋心安理得，不過好不好，隨菜佢都講，嗰度無所謂計啦。唉，一無物計，幾也無物計，一三年都按樣啦。好啦，今日再問，你要佢錢嗬，乜人都幹啦。講到呢點嗬，我本人行卡我攞得。我呢個啥參詳，講我存的錢全部交俾阿妹來幹。我卡基礎啊，全部阿妹啲嘅基礎，或者搭檔嘅基礎差唔多咩？萬人幹窮樣啦。咁樣出貼家用，伢妹其他開銷呢？阿妹冇乜嘅開銷啊？還冇咧，過年嘅時節啦，伢妹啊買當到新衫哦，頭南話要做一本年食到，4得2萬5，也唔抵。我啲啊，唔過過年咩做新衫，一喺牛卡攝縮啦。再講老人家過年做新衫，打扮咪愛拿。嗰3月伢兒家妹嘅，伢妹啊去南鋪食酒，按樣1年下來4得3萬1，也唔抵。我啲啊。近排喺紅包你包跳太掉嚟啦！唔過你係咩烏到牙面子啊？4月嘅時節，伢妹講嘅洗衫機啊，唔可以停通嘅，配衫機又配唔可以走，天師方要快特上場洗，也1萬1得5萬3，唔一啲。係啲啊！哎呦，你啊天氣用品
不管有快铁无快铁，总是爱玩的啊，哈，无我想讲啦。呀5月伢妹加牙熬团呢，也听做一副戏呢，而是8万二，伢弟。爱弟啊，总的係牙尾無牙齒出東西。呀昨日伢妹看到一撮屋嘅，一交頭款300萬，伢弟。愛弟啊，乜啊，300萬，牙尾叫佢300萬。佢想去叫啊，唔過冇錢。我嚇死佢啦！唔講啦，梗有一條一條幾啊萬嘅，萬都結絲啊！愛弟嘅結絲啊！哦，伢妹蝕錢，唔結絲，伢不用納錢哦。哦，呢一點我愛解釋一下啦。我讓我本人參詳過咧，因為我接冇條卡，故所我向我本人先貼出去，再嚟我爭還記。幾唔還嘅嘛？唔記得了。唔像按樣啦，迄講做老公嘅全部搶按樣啊，有哪得做本樣我拄會掉啊？我了解啦。迄咩牙本樣為到了家樣老心血嘅問題哦，啲個腳氣叫我無馬上快。我是乜嘅都冇講哦。唔好意思，就係按樣去啦。哎呀，講來講去哦，那咩人嗬，親命苦啦，愛當壞命啦。夾到你個夫人甲佢動昂啦，所以啦，同一頭，屋卡洗頭吼，伢妹都去做啦，錢伢本樣都去出啦，那命苦咧，迄無緣哦，也兩個夫人家，我變到假樣留心口嘿，迄無緣，佢兩啥要帶腔下嘿，一個龍頭，啥幾年無到屋卡啦，幾腦安樣糊里糊塗啦，應該講嘅唔講好來，應該做嘅唔做好來啦，乜嘅事情都無腰無勁，難怪伢本樣吼，要走較腳啦。錯啦，唔講唔會查啦，其實嗬，啲阿妹喺牙嘅。愛做唔得老乜嘅事情哦，全部跳俾我本樣啦。其實啦，伢本樣最傷心嘅吼，唔係因為伢妹啦，係因為啦。愛用樣啊！錯本日啦，老伢妹都去嚴格啊，伢本樣都順風想要牽佛啊，結果啊，唔使曉記你，講乜嘅？哎呀，我卡事情冇講啦。點樣嘅呀？老伢妹係一家，跟伢本樣算哪家啊？哈！伢嘅意思一個，係啊，算了，我哋喺驗屍做嚟，讓我本樣見識下樣啊！富唔差的啦，佢做就這位啦。這位，記住啦。佢就佢前交代翻交代，響啊冇講哦，佢係交代講吼，你有門啊，就講佢到咧當然嘅地方啦，吼，一啲唔永久潛到嘅地方啦，啊老頭那冇吼，劍槍槍，前進休下。乜嘅？佢出假咧？我又冇講佢出假，佢做咩假啊？哦，不要這慢行啊！頂啊呀！喂，我是乜嘅都冇講哦，